我同大家講啦，我今晚幫我自己開阿卡西咧，我係完全俾阿卡西療愈，同埋咧用個眼視，我係見到一班天使、一班大師導師，一啲我以前嘅祖先，定係一嚿白色嘅煙，跟住包圍住我，好熱、好溫暖、好感動。跟住佢哋啲光好殘，我咧幫自己解讀，同埋即係我幫我自己解讀，同埋開啟阿卡西解讀係唔一樣。你睇下幾長，我係見到特別係最特別嘅係，我係每一次都好靠近一個橙白色、橙金色嘅光。老師話嗰個係我嘅 marker 通道。跟住我越嚟越近，我呢幾日係咁開，越嚟越近，跟住個光咧係橙金色，然之後橙金色上面有一團白色嘅煙，好溫暖，好溫暖，好強大。跟住佢哋同我講咗好多嘢啦，呢樣嘢我唔會話俾你哋聽啦，因為呢個係我要做嘅嘢，同埋我要經歷嘅課題。每一個人都會有課題，包括我自己在內啦，我都唔係萬能㗎。阿卡西解讀師都係一個普通人，只不過我哋係由平凡走向神聖，係有一個秘密。想知係咩？可以跟我老師學阿卡西，可以跟我老師去學阿卡西工作坊。留言阿卡西，我話俾你聽。